侧夫人，孩子哭了好久了，你可能还是得给他喂点。你别过来！你把他抱出去吧，我不想见他。侧夫人，不然您还是再试试吧。姑娘哭了太久了，太可怜了点。抱他出去！我照顾不了他，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我照顾不了他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他。你抱他出去吧，我求你了。 娘亲照顾你啊，都已经好几晚没睡了，让娘亲多睡一会儿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 少主，来了。听人说，这郝家整日啼哭，下人们纷纷议论，说他是中邪了。我看不如把他安置到偏殿去住，以免疯癫失仪。少主，郝家刚生产完，不便移动。我意已决。我们府上这朝中权贵经常往来。 倘若他中邪的消息传了出去，我这颜面还要不要？少主不是向来都信奉张神婆吗？今日还将她请到府上，为何不让她来给郝家断断，是否真的中了邪，再来做决定？郝家最近梦中惊悸，迎风落泪，而且背痛欲呕，我看她应该是病了。 应该请太医来看看。行了，他诓我诓了这么久，后来呢？不是还是空欢喜一场？我们休他赶他出府已是万幸，还要这么做？这孩子怎么整日哭个不停啊？爱我惜子。 着人将这孩子送到宫中去，由嬷嬷抚养，免得吵我。少主，这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也知道，宫中抚养嬷嬷，他们不会很尽心的。六少主少时过得如何，你也是亲眼所见的，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呢？一个女儿而已。 从前那2个庶出的不也是一样的处置？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为父亲生一位让他高兴的长孙。你去外边多觅些良家子儿，悄悄抬进府来，不可声张。少主，你是要在这个时候往府上招新人？这个府上我说了算，你只要听命做事就行了。 少主要新人也就罢了，不过还请不要把郝家的女儿送走。实在不行，你可以把她记在我的名下。这么多年我也无所出，我一定可以尽心尽力地将其抚养长大。等未来，可以让她作为嫡长女，风光出嫁。嫡长女，你就别在这儿痴人说梦了。 你怎么会有我的孩子？少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你出去吧。
请侧夫人禁足反思，不得擅出。查到了。原来我这么多年没有孩子，真的是因为……张神婆今日来了一趟，又拿这些给了少主房里的人，油菜籽、生地、当归、川芎，这些给夫人用的土方法都查不太出来。小人之前在厨房盯了那么久，也没个所以然。问题是出现在水房了，他们把这些煮了水，给夫人泡茶用。夫人，夫人，明明就是苦的，为什么我就没有喝出来呢？初入府上时，他听说我是代川来的，喜欢喝家里的绿茶。他说要从树上摘取露水来为我泡茶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喝的茶都是他找下人准备好了的。他还说，喝茶的时候要给我加点蜂蜜，因为新川的人都是这样喝茶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新川人喝茶根本就不加蜂蜜。可是我却以为，他只是希望我喝的茶能够有一点甜，所以才想了这一招来哄我。原来真的就是哄着我。夫人。夫人，没错，一开始我是想做一个好的夫人，我只想帮他打理好外头的一切。他不希望我总往外面跑，我也听他的，就一直在这个宅子里守着。他想纳妾入府，我都忍了。那只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他，我是真的喜欢他，真的喜欢到连我自己都快没有了。只有这个家，只有这个家所有的鸡毛蒜皮，我竟然还相信了。是我不能为少主生孩子，
长，原本是这么的甜，可是为什么是苦啊？那么苦。来，还说你不关心郝家呢，一听他生完孩子之后状态更差了，你跑得比谁都快。站住！干什么呀？不认识我呀？我和我夫人来，你们也来？让开！别拉倒！这不是你不能这样。把刀收起来。抱歉，吴少主、吴少夫人。怎么了？少主不允许任何人入府探视侧夫人，但夫人知道是您二位，便让小人偷偷的出来说一声。凭什么呀？那可是刚给他生完孩子的女人，她是不是人了？行，先说正事儿。敢问姐姐，这个郝家现在怎么样了？侧夫人被关了禁闭。啊？她先是日夜啼哭，甚至害怕，不敢见孩子。其实这个现象，小人在乡野中也见过。那种重邪女子本来很爱自己的孩子，可生产过后一夜之间想要杀孩子的，抱着孩子自尽的都有。夫人也想请人来瞧瞧，但少主不肯。六侧夫人求见。何夫人，嫡长主将他的侧夫人郝家关了起来，我实在是不敢去求见川夫人，就只好来求您了。嫡长主非我所出，他的内事，我更无从智慧。我明白，是我僭越了，只是我不知道，这后宫之中，除了您，还有谁能帮我了？嫡长主薄待于他本就撑不下去。在计划逃出府的时候，又发现自己怀了身孕。嫡长主一心想要个儿子，他却又偏偏生下个女儿，加上产后气郁，这样下去，只怕他……你倒是挺关心他。家里人教我，与人为友，不再登高视谄媚，不再跌重视羞首。郝家姐姐身后无人，若是连我都袖手旁观的话，她就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求夫人了！你起来。先回去吧。夫人，我累了，想歇会儿。夫人还是喜欢六少主这位侧室的。
或许吧。这孩子有一颗赤诚之心。想当初我生尹征时，尚未及笄，如果能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，我也不至于。那您打算帮他吗？其实倒也不麻烦，无非就是求求主上。川夫人那边就算再不满，顶多挤兑我2句。我只是想到，我产后一直气郁，亏欠了孩子，也失了宠。与我要好的夫人，不曾关心一句。其实我不怪他们，只是人生在世，谁不会遇到难事？谁不想有人施以援手？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多担一点点的麻烦，那人情就更淡漠了。是。太医说了，见不到真人，只能派一些疏肝解郁的药。可怎么办啊？你不进去吗？你刚才说要去太医院，是故意让我一个人去见你母亲的吧？我以为他看不见我，会好说话一些，但看来还是讲错了。回头再想想办法吧。母亲刚生完我时，好像也总是哭，尤其年少的时候，看我就像看仇人一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就是我的问题吧。嬴政，或许当年的何夫人也和郝家姐姐一样，是病了呢。真的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女子生产之后，很容易情绪不稳，就会得气郁之症。病得重了，有时候看见自己的孩子，都觉得痛苦万分。夫人心里肯定也不想这么对你，她只是病了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这不能怪她，但更不能怪你。这不是你的错。少主、侧夫人，何夫人有令，稍后会令文嬷嬷亲去一趟嫡长主府，想来见她如见何夫人，嫡长主就不能再闭门谢客了。文嬷嬷怎么突然来了？还带了他们几个人？小的也不清楚，但文嬷嬷便代表了何夫人，也不能驳了她的面子。参见嫡长主，小人受命于何夫人，要过来问一句话。自侧夫人郝家生产以来，嫡长主一直将其居在房中，这像什么话？何夫人有所不知啊，自郝家生产以来，身体尚未恢复，我便让她好好休养身体。是，但眼下流言已传到了宫里，还请嫡长主让郝家出来见见。好啊，阿宝，去请侧夫人出来见见。是。
何家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，一切安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是有人胁迫你，你也不用害怕。实在不行，就先到我们府上住。郡主这话什么意思？郝家是久川卓选入我府中的，没有我应允，他不能擅自离府。郡主方才所言，有蔑视我新川之嫌。原因岂改，只是郝家郡主，郡主不要担心，我真的没事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们以后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也不想再麻烦你们了，也不要再来看我。你刚才配合的不错，你这温顺的样子，还真是招人喜欢。这段时日你辛苦了，好好休养。我再来看你的。少主不必来了，少主去忙少主自己的事吧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不过我不想再对一个令我作呕的人摇尾乞怜罢了。少主关着我，打我，羞辱我，在我身上寻求掌控感，不就是因为你在朝堂上有心无力吗？仰仗着父亲转瞬即逝的宠爱，仰赖着肛门出身的嫡妻，寄希望于未出世的儿子，外强中干，不过如此。你真的以为你给席专主生出长孙来，你就能保住你现在的地位吗？里里外外穿的、戴的、吃的、用的，全都是我赏的。你燕川的母家一无所有，没有我，你连狗都不如。你放开我！听到实话，你生气了。我就是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看上你吗？因为你和赵芳如不同，你一无所有，你只能养我皮鞋。你呀，一辈子都只能待在这个院子里，靠我偶尔的怜悯度日。你知道的，即便是我，也得要看主上的眼光才能过活。我都只能带着镣铐活下去。你呢？你一个蝼蚁都不如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去祈求尊严和怜悯呢？我还会来看你的，但是记着，下次我见到你的时候，尾巴摇得好看一点。侧夫人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带着孩子去找夫人，跟她说
请夫人照顾，我累了，想休息，你不必进来了。你看我现在一切安好，真的不用担心。你们以后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也不想再麻烦你们了，也不要再来看我。是不是只有一了百了，才能接受这一切？怎么了？侧夫人，这马不知怎的不走了。我预感很不好，云英，郝家姐姐有些不对劲，不是很不对劲，我得回去看看。你去找一下尹正。好。渴望一份温热，种下一场因果，旧的欢愉片刻，生吞无尽苦涩，写下一曲挽歌，不堪芳华蹉跎，更楼还长，这一生要如何爱过？如秋色，如花火，一刹那凋落，却沉默，却执着，愿做一只飞蛾向烈火。我既然来武功，那我就要选九川最厉害的新川。既然来了新川，不就得找一个发展前景最好的东家，那不就是嫡长主吗？你呀，一辈子都只能待在这个院子里，靠我偶尔的怜悯度日。那个曾经的我，走过多少坎坷，看尽人心曲折。你要怎么能不希望你好？可是你这一走，二少主要是问我要人，我跟你爹可怎么办呢？信川少主雷霆之怒，燕川主要是拿你爹开刀，那我们全家可就没法活了。我希望以后的日子里，每天都能看到夫君的笑容。郝家姐姐，你再等等我。后院是平静而又祥和的。等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，两个人还能一起去后院晒太阳。
站住！不准进！你们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见见郝家。侧夫人，你进去了。让我进去吧。不行，把剑放下。让开！他来人了！侧夫人自尽了。郝家。 后事吧。什么准备后事啊？怎么就要准备后事了？您不能这么随便看两眼就让我们准备后事啊！您扎针、做汤药都可以的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准备后事。下官医术不精，侧夫人落水太久，几乎没了脉息，还是不成了。您再看看，太医，您再看看，您再看看嘛。不行，我们就多找几个太医来，找好多太医来。您救救他！哎，侧夫人，您给我请，您给我请，容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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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徐太医，徐太医可能有办法。他曾经救醒过一个闭气多时之人，只是他身份特殊，恐怕难以请动了。徐太医，晦气！刚生完孩子就给我整这出，人都丢尽了，要死怎么不死外面去？少主，积点口业吧。李维，怎么样？狄长主，请求您大发慈悲，去宫里请徐太医救治郝家姐姐。徐太医，你知道徐太医是谁吗？徐太医是主上御用的太医。这深更半夜让我去找徐太医，万一让人揣测我想私自知道主上的病情，官司下来谁负责任啊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疯了！你去把他给我追回来，惹上是非，咱们俩都有麻烦。去！赵芳如，站住！主上今日头风发作，服了药休息了，几位恐怕不能进去。情况危急，您就让我们进去见一下主上吧。能不能先请徐太医前去医治，人命关天？这徐太医是主上御用，外调出去的话会很麻烦，还请刘少主见谅。麻烦梁总管通融一下，之后我们自会向主上禀明，一切都与总管无关。哎呀，今日真的不行，几位再想想其他办法。哎呀，不是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元英听消息过来，说郝家出事儿了，啊，得去宫里请太医去救他。不是，你这哪儿去请啊？你这就要闯宫啊！我们俩这么多了，哎呀，不行啊！干嘛呀？你是丹川的郡主啊，你擅闯新传宫，罪过更大。我替你去，你干什么？你去啊？你会使这杆枪吗？松开！你千万别冲动啊！徐太医，是不是？啥眼神？我认不出来。哎，武少主，合适啊，武少主，合适。人命关天，我找徐太医救人。主上命令不得入境呀！我会跟主上解释的。徐太医，谁呀？哎，我徐太医，我武少主。哎呀，你为何？徐太医，你赶紧跟我去救人。不是救谁呀？救谁不是救我的这手了？可不行呀！没有主上的命令下高官吗？不敢擅离太医院。怎么这么迂腐？我明日我向父亲我好好解释解释，行不行？你先跟我去救人。咱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让不让？你现在不让我们走，我就当场让太医击我。少哥，快跟我走！快！少哥，往后退！别逼我！退后！往后退，离我远点！都别逼我！快退后！哎呀，武少主，万万不可呀！这个人犯上啊！人命关天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今天必须带他走！快让开！给我！上车！让开！快！杨总啊，现在赶紧把人送回去，这事儿还能遮掩得过去啊？一旦让徐太医跟外人接触了，这打探主上病情的罪名可就洗不清了呀！我们会在辰时前把人送回来，还请梁主通融。哎呀，刘少主，去换个热的来。
夫人，我把孩子带过来了，给我。夫人，这是做什么？我必须得让郝家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，让他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他醒过来。他不能死，他必须醒过来。站住！让开！你不让开，我血溅当场，我喷你们一脸！让开！把徐太医给我送回宫去。是，我看你们谁敢！今天郝家的命我们就定了。少主，太医我们已经带来了，你就行行好，让我们进去救救郝家姐姐吧。你弄清楚，郝家是我的，他的生死我说了算，跟你们这些外人何干？他不是你的误解，他是个人呐。他是个人？他算是什么人？他费尽心思跑到我的面前，我给过他机会啊，如今却想要死在我的府上，徒增晦气。他不是想死吗？让他去死呀！你无耻！贱人！退下！领征！快去！杂碎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怕我禀明父亲了？想要接人长短，得先清楚自己做过什么吧。二哥这么多年在湖中寺是如何遇立的，我一清二楚。好自为之。太医，他怎么样啊？都进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没事儿，咱们再等等。都怪我，要是平日里再多关心他一些，他就不会这样了。不怪你，怎么会怪你呢？千错万错，都是尹松的错。这药也灌了，针也下了，怎么都没见他有任何反应呢？能做的我都做了，眼下只能看侧夫人的命数了。若能醒转来，便能活下去；若是不能啊，侧夫人，侧夫人，不许哭！你家侧夫人还没死呢。郝家，你给我听着，今天你必须给我醒过来，否则等你孩子长大了之后，我就告诉他，你是自愿嫁给他爹做侧夫人的。你生下他之后，你就跟野男人跑了，不要他了。郝家，你若不在，等他长大了，我就让他跟着老二净学那些不好的。如果到了年纪，我就让老二就把他当作筹码，随便找一个人嫁了，就和你我一样，遇人不淑，弃妇苦育的过一辈子。
如若他跟我哭，我就和他说：“你活该！谁让你生母不要你的？谁让你生母主动放弃的？”郝家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你要真的听到了都无所谓的话，那行，那你去死好了。但是如若你真的有一丝不想放弃，一丝替你孩子考虑的话，我拜托你睁开眼睛说句话好吗？郝家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就睁开眼睛说句话，郝家，郝家。夫人，太医，你怎么只会这一招啊？你说什么？他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？郝家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，你怎么只会这一招啊？太好了，侧夫人醒了，侧夫人终于醒了。侧夫人，太医怎么样了？诸位请放心，侧夫人醒了，眼下性命已无虞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父皇多休息啊。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他吗？我听说你们做了那么多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只要你能活着，我们做多少都没关系。你之前一直不开心，那是因为你病了。以后把身子养好，只有你自己才是最珍贵的，知道吗？以后遇到任何问题，一定要跟我们讲。对啊，我们大家都在呢，干嘛总是一个人硬撑着呀？人活着就会有希望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。以后这种傻事不准再做。